明明睇到樓市喺度跌緊，但係咧，當你每次去睇樓問價嘅時候咧，就覺得個價好似冇點變化喎。係咩原因呢？歡迎收睇翻 Benson 嘅呢個地產頻道。今日咧，我哋再用一條視頻去揭露一下我哋行業裏面最不可告人嘅啲秘密。睇完呢條影片，你就會解決到翻嚟內地睇樓99%中介最想逃避同埋隱瞞啲事實。咁呢條影片咧會包括三大問題。第一個咧就係廣告一大堆就係大冧價嘅樓，但係點解出嚟睇樓咧樓價又唔係呢件回事咧？第二個問題就係中山珠海究竟跌咗幾多？供應需求失衡得係咪好緊要？買咗之後會唔會陷入咧買賣兩難嘅一個局面咧？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買樓回傭呢個問題啦。以上所講嘅呢三個問題咧，可能會涉及好多嘅開發商，仲有同行嘅利益。影片咧都唔知道幾時會俾人投訴落架嘅。如果你都係想知更加多關於大灣區置業真相嘅朋友，可以持續 follow 翻我哋個頻道，同埋可唔可以幫手點個 like 支持下我啊？而家你哋出去睇樓，係咪都會睇翻嗰啲咧宣傳好筍嘅樓盤，或者嗰啲咧睇落去好筍嘅啲二手樓啊？嗱，明明你係衝住個價去睇樓嘅，但係當你要傾價嘅時候咧，一聽到個價錢，瞬間好似覺得自己買晒嘢咁。咁其實到底個價錢咧有冇降到咧？我喺度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翻，中山珠海嘅樓價咧其實降咗好幾輪噶啦。相比於高峰期嗰時候咧，有啲物業係直接拆水咗40%以上嘅，但係只要你去問人哋報價俾你嘅價錢咧，好似仲係好高咁。咁其中咧係有咩貓膩咧？呢度咧就暴露咗當下樓市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咧價格完全唔透明。你喺網上睇到嘅視頻，同你去到售樓處問到嘅價錢咧，根本唔係一件事。嗱，以前咧市場好嘅時候咧，10個人搶一套樓，而家咧係一套樓咧搶10個客啊！一間屋傾落嚟咧，起碼幾個折扣啊！而家傾價咧過程好似咧國際談判咁樣，需要一啲一啲咁樣去磨價，唔會話咧一口氣將個底價全部放俾你嘅。如果你唔識傾，分分鐘咧你比隔離嘅鄰居咧買貴咗幾萬，甚至10幾萬，都係好正常嘅事。所以啊，而家真實嘅一個成交價同你一開始報價俾你咧係兩件事嚟嘅。咁問題就嚟啦，你根本唔知道具體嘅成交價係幾多，係2萬啊定2萬1、2。而家嘅開發商嘅銷售咧都係睇人嘅，你識傾價就降少少俾你。你面皮薄或者根本唔識得呢啲技巧嘅，就算你傾到牙痛啊，佢都唔會放呢啲折扣俾你嘅。樓市下行嘅週期咧，其實已經持續咗好幾年啦。但係問題咧係根本揾唔到一個可信嘅參考點，去俾我哋嘅一個購房者咧，又或者業主參考真實嘅一個放盤價。一旦咧買賣雙方出現咗信息差，你諗中間嘅利潤會去咗邊度啊？呢個咧就係而家房地產可以講最大嘅一個黑幕。雖然話咧而家係屬於買方嘅一個市場，但係其實我哋買樓嘅人咧，始終都冇掌握到主動權。我哋買樓嘅一個真實嘅價錢同折扣咧，始終都係掌握喺開發商嘅手裏面。佢哋有冇暗箱嘅操作嘅嘢咧？我哋就唔講啦。如果你正因為係咁樣而喺度猶豫緊，唔夠膽出手嘅，咁 Benson 咧呢邊都整理咗中山同珠海目前咧各大新盤嘅啲真實嘅成交價錢，以及優缺點嘅分析。想要嘅朋友咧可以喺評論區打3個6，又或者咧私信 Benson， 我發俾大家參考下。呢個問題出嚟咧，我相信大部分中介有1萬個想快速轉移話題嘅一個衝動。畢竟咧，好難俾到一個安心嘅一個答案。無論中山或者珠海咧，目前嘅房地產市場其實都係處於咧供過於求嘅一個情況。畢竟成個中山截止咧今年4月份，二手嘅掛盤量咧已經超過咗49107套。
而上一年其實總嘅成交量咧，淨係得2525套嘅啫。按照咁樣嘅一個態勢咧，需要19年先可以消化得完所有嘅二手樓。齋睇呢個數據嚟講，買咗中山嘅樓真係會進入一種咧易買難賣嘅局面。其實咧，點解會造成咁樣嘅一個局面呢？中山嘅樓市真正嘅問題咧，唔係絕對意義上面嘅樓太多，而係市場上咧充斥住大量被時代或者政策淘汰嘅無效供應。點解咁講呢？我哋先嚟睇下咧，目前成個中山嘅一個二手市場，可以講咧係兩極分化極其嚴重嘅。你會見到咧一啲步梯樓以及咧樓齡超過20年嘅樓咧，佔據咗二手市場嘅60%，其次咧先係40%嘅一個20年樓下嘅住宅物業。而以上成交嘅2525套咧，大部分集中喺後面講嘅呢40%裏面，而好少人再去買一啲樓齡老嘅破舊甚至要行樓梯嘅一啲樓咧，係因為老破小嘅3大致命弱點。第一個係因為金融屬性嘅一個損失，銀行咧會對啲樓齡過高嘅物業咧降低按揭嘅成數，甚至咧係拒貸嘅，會選擇老破小嗰啲人群咧，多因為咧係資金嘅一個問題。如果冇得做貸款，或者做貸款嘅成數過低，可以講係剝削咗呢類產品最大嘅購買力。全數一次性去買老破小嘅客戶咧，更加係少之又少。同埋咧，居住老破小咧，佢嘅一個居住體驗係好曳嘅，冇電梯、冇物業管理、停車困難、管道嘅老化。甚至咧外觀咧係好破舊嘅，喺有得揀嘅情況下面咧，好多新時代嘅買家都唔會考慮呢一種產品。最後咧係可以講係拆遷嘅夢碎埋。喺房住不炒同埋開發商爆雷嘅一個大環境之下，開發商唔會好似再次以前咁樣不計成本咁樣去收樓。再想通過購買呢一啲年份過高嘅物業去搏拆遷，可以講呢種投機嘅機會咧越嚟越渺茫。加埋咧而家新推出嘅新樓啊，越嚟越實用，有埋會所，甚至咧佢相關嘅一啲配套越嚟越完善。相對於以前呢啲公攤面積大，仲要自己爬樓梯，甚至冇人管理嘅呢啲舊小區，正所謂冇對比冇傷害啊！如果你不幸咁買咗咧呢60%嘅老破小，咁你確實咧好有可能會陷入呢一種咧易買難賣嘅一個困局，因為你嘅資產咧已經喺好大程度上面喪失咗金融嘅屬性同埋流通性，幾乎咧係揾唔到接盤客嘅。我諗而家大部分購房者咧喺呢個階段都放棄咗炒樓嘅呢個念頭。咁點樣喺嗰40%有效嘅供應裏面可以突圍而出，實現咧保值甚至升值，係成為咗大家咧更加關心同埋更加核心嘅一個問題。而家嘅遊戲規則咧可以講係徹底咁樣改變咗，房住不炒唔係口號，更加係一個咧篩選器。將優質嘅資產同埋不良嘅資產咧，可以講係徹底咁樣去分開。以前買樓咧，地段佔咗價值判斷嘅99%，而家買樓咧，地段係入場券。但係咧，可唔可以做到保值，就要睇下呢一個價值嘅金字塔啦。睇明白以下呢兩個樓市嘅走向，你就明白咧可以點樣攀上呢一個金字塔嘅一個頂端。從今年開始咧，一啲以前我哋諗都唔敢諗、高攀唔起嘅區域咧，都紛紛跳水。東區最核心嘅位置，易翠園都出現咗單價12000每平嘅樓。要知道以前咧，你冇2萬大幾，你都根本攞唔低嘅。但係咧，呢張特價表，我覺得最有代表性嘅係呢兩套單位，面積咧相差只有僅僅嘅4平方米。單價可以差咗每一平3000蚊啊！總價上面相差咗27萬。
呢兩者嘅差距，除咗咧房屋嘅朝向，導致呢個最直接嘅原因係因為咧平嗰一家係更加靠近而家嘅一個主幹道嘅。呢個例子咧，正正就係一個新估值嘅邏輯下面最典型嘅體現。因為睇緊視頻嘅大家並不是從業房地者嘅，唔會咧時時刻刻咁樣去留意房產嘅一個走向啦。但係開發商佢嘅定價往往係做好咗最周全嘅市場嘅調研嘅。呢種差價嘅背後，正正咧告訴緊你，以前博升值可以忽略晒所有嘅缺點，而家為嘅係自住，所以咧所有缺點都會被無限咁樣放大。選擇單位嘅時候，除咗選擇啱嘅地段嘅同時，更加要了解咧所有樓盤嘅不利嘅因素。除咗樓盤自身咧會出現分化，同一個地段嘅樓盤咧都已經開始咗好嚴重嘅樓價分化，主要源於咧開發商之間嘅一個經濟實力嘅差距。同一個地段可能隔條馬路咧樓價都可以差1/3嘅價錢。呢個現象咧並非係嗰啲三卡拉嘅地方導致嘅，而係咧因為開發商嘅一個資金實力情況導致嘅。關於買咗啲資金斷鏈嘅開發商咧，後續會出現嘅問題，其實我喺之前嘅呢條影片咧有同大家咧詳細咁樣解釋過嘅。呢度咧就唔同大家做逐一嘅一個分解啦。咁呢一個案例咧，想同大家講明嘅就係而家開發商之間出嚟嘅樓咧都會差距好遠。資金實力好嘅一啲樓盤咧，交樓嘅質量、後期嘅物業管理，佢都有相應嘅保障。而一啲爆雷咗嘅開發商咧，喺好大嘅一個程度，佢冇辦法可以俾到消費者嘅更多嘅信心，所以咧只能咧以價換量啦。